件展品，好多人行銅鑼灣 LEGO Store 都可能見過。今集就帶大家認識呢位香港唯一嘅 LEGO 大師。我哋粗略估計咧，裏邊有25萬粒嘅 LEGO 嘅。佢係大中華地區第一位嘅 LEGO 專業認證大師，現時全球只有24個人做到。所有嘅世界紀錄見到都係外國人做出嚟嘅。我哋好想香港人係真係去做翻一次。想做大師，唔只要識得砌，仲要識營運策劃，考埋試先做到。喺未成為大師之前，佢都係日砌夜砌。以前成班朋友喺個絲豆度砌 LEGO， 呢個都算係一個男人嘅浪漫。今集 Miu 嘅 profile 就揾嚟 Andy Hung 呢位 LEGO 專業認證大師，講下佢同 LEGO 之間嘅故事，同埋跟佢去 studio 睇下最新嘅大型展品，由零開始係點樣創作出嚟嘅。呢個就係我喺2017年嘅時候幫銅鑼灣呢間 LEGO Store 製作嘅一個展品啦。粗略估計咧，裏邊有25萬粒嘅 LEGO 嘅，就係演繹翻80年代我哋而家身處呢個位置，前身係一個電車廠，喺隔離羅素街，全球最貴租金嘅地方。喺80年代，佢係一個好平民嘅街市，甚至乎再遠少少燈籠街嗰個年代係好多大排檔啊。對出嘅呢條堅拿道天橋依然都係車水馬龍啦。如果有玩開 LEGO， 相信都有聽過洪子健 Andy Hung 呢個大名。佢係香港唯一，亦係大中華地區首位 LEGO 專業認證大師，全球得24位嘅咋。呢10年絕大部分喺香港出現嘅大型 LEGO 展品都係出自佢手。我係好中意用 LEGO 咧去記錄翻一啲以前香港嘅文化，或者一啲事物，或者一啲建築咧，都係對於嚟講都係細個嘅回憶啦。入咗坑23年，喺2013年佢就飛咗去丹麥 LEGO 總公司參加遴選。2年試用期屆滿後，喺2015年正式成為專業認證大師。呢10年嚟，佢創作嘅其中2件展品仲入咗健力士世界紀錄添。LEGO 專業認證大師呢個專業資格係要丹麥總公司每年評核續牌，除咗要識砌，仲要度橋睇下點樣 sell 呢個品牌俾更多人識。但佢哋又唔係直接幫 LEGO 打工，只係得到授權，可以用 LEGO 個名接洽一啲商業工作，即係大家成日喺香港啲商場鋪頭見到嘅大型展品，就係由大師砌出嚟㗎啦。我哋而家去緊我嘅公司啦，即係我哋嘅工作室啦，我哋砌 LEGO 嘅地方啦。一個禮拜有5日都 office 㗎啦，咁啊當然撇除咗有時會出去見下啦、開會啊等等。大家平時砌開有齊說明書嘅 LEGO 大型套裝，通常都係幾千至1萬粒零件左右，而 Andy 創作嘅展品一般都10萬粒起跳。點樣砌得穩陣，就要考佢對積木有幾熟悉啦。有一個零件嘅櫃啦，咁另一邊亦都係有啲人仔嘅櫃桶啦。佢哋工廠俾我哋嗰個目錄啦，大約係會有10幾萬款左右啦。玩 LEGO 嘅人成日都要四周圍奔波去揾零件，成為大師最方便嘅就係可以直接同廠訂，仲有折添。不過訂嘅都係依家生產緊嘅零件，工廠係唔會同我哋去 custom make 一款嘅零件，即係話譬如話呢一款零件佢本身係有6隻顏色，而我哋好希望佢係特別去做第7、第8隻顏色俾我哋咧，呢樣嘢工廠係唔會同我哋做嘅。LEGO 大型展品主要分3類，第一種就係最常見嘅人仔同建築物嘅情景模型，第二種係俾人打卡影相嘅立體雕塑，最後一種就係平面再加入咗藝術元素嘅馬賽克畫。咁一手上呢一個係一個金鐘太古廣場嘅一個花嘅雕塑啦，6個同事左右啦，咁啊一個馬不停蹄咁喺度砌，咁而時間方面我哋預咗都係喺1個半月裏邊完成，進度大約都去到60%左右。今次預計會用12萬粒 LEGO， 4朵玫瑰花展品連埋入面嘅支架，大概600公斤，即係2部電單車左右咁重。呢啲大型嘅雕塑作品咧，首先我哋係會有一個 3D 圖啦，擺入去 LEGO software 嗰度咧，我哋輸入我哋所需要嘅高度啦、大細啦，佢會自動去分析每一層邊個位要落零件。模型係如果係4米高，可能大約有440層嘅 LEGO，因為每一層嘅 LEGO 大約0.9 cm。我哋去利用呢個 software 去再出變為一個頭先我哋叫一個 pad 嘅說明書。咁當然啦，我一口講就比較容易，其實同事都好辛苦，因為呢個 software study 個 3D 圖裏邊，佢唔係每一個位置都 study 到，有啲位可能爆咗有缺失啦。咁啊，同事就要逐粒喺嗰個位置嗰度去執翻嗰個形出嚟。呢個前期工作都係花好多時間。Andy 班同事每一位都係經驗豐富嘅 LEGO fans 嚟。
其實呢個說明書本身，第一佢冇話到俾你聽係用乜嘢形狀嘅零件，第二佢係一個全實心，因為純粹話俾你邊個位置需要有粒粒啫嘛。咁但係你話你中間啲支架點樣做，點樣搭起佢，點樣去節省零件，或者你砌得穩陣嘅，咁呢啲就係靠我哋同事咁多年嘅一啲經驗去做啦。平時砌呢啲大型展品，原來仲有一個秘技。我哋呢啲雕塑嘅作品咧，參觀人可以行埋去掂住嚟打卡嘅。咁所以我哋每一粒零件咧，為免都俾人去掹出嚟去玩。咁其實我哋每一粒零件都係用膠水去砌一砌，然後黐咗，砌一砌黐咗佢。咁譬如如果砌咗上去，假設係你砌錯咗咧，你10秒裏邊咧掹唔翻出嚟咧，其實嗰度就成個黐死咗啦。咁到時你有啲嘢去鑿翻佢出嚟，就再補翻嗰個位。我覺得做啲大型作品，香港嘅挑戰咧，就係大家見到一個空間嘅情況啦。我作品可能有限於某一個體積，先可以出到呢個門口，轉到彎去到電梯大堂。咁就變咗有好多嘅作品，我哋都要將佢分咗好多份，做到好多份，然後現場再去組裝。夠靚啊，獅子！係啊，超靚！呢個幾耐啦？呢個2019。除咗 Andy， 成個團隊有7位成員，同佢拍檔咗8年嘅 Benjamin 就係其中一位。佢係可以好細緻到知道啊點樣可以令到呢一個佈局可以開心。小朋友睇落好有豐富感。我覺得呢個係佢嘅強項，呢個就係佢熱愛佢工作嘅，不眠不休嘅。我覺得呢一個係點解佢一路可以 keep 住做到認證大師嘅重要咯。我唔停，我希望我可以做到更多嘅作品俾大眾市民睇嘅時候，要有呢一份嘅心態，你先可以做到咯。而佢有咯。咪以為做咗大師之後，每日砌積木就得，原來仲要做埋營運策劃，要諗下點樣去推廣呢個品牌。我哋係需要寫一個企業嘅營運方案，去將呢一樣嘢去演繹翻俾丹麥總部嗰邊去知道嘅。而我亦都係親自飛咗過丹麥嗰邊咧，去同啲高層一齊去傾偈啦。感覺就好似去見一份工啦，去攞一個 franchise 翻嚟咁樣。譬如話商場之間個競爭係好大喎。原來商場願意去搞一啲唔同嘅展覽或者一啲 event，而呢個情況可能同佢哋當地歐洲啊或者美國係有少少唔同。Andy 做呢份工，除咗家人全力支持之外，仲有一樣係 LEGO fans 嘅 Jared。佢可以話係睇住 Andy 點樣踏上大師之路。其實專業認證大師除咗真係要識砌 LEGO 之外，佢都仲要有其他方面嘅考慮。譬如你見到呢度好多 LEGO 啦，佢都要善用呢啲材料噶嘛。如果佢買多咗擺喺度嘅啫喎，咁呢啲係一啲商業嘅考慮啦。佢又要諗點樣去揾佢嘅客戶啦，滿足佢嘅客戶啦，滿足 LEGO 嘅要求啦。咁所以其實係一個好大壓力嘅工作嚟嘅。咁但係佢都仲係好中意砌 LEGO 嘅。Andy 喺全職砌 LEGO 之前，曾經做過股票經紀同分析員。細個嗰陣因為屋企經濟原因，所以立志要賺多啲錢返屋企。但喺佢心目中 ，LEGO 一直都佔有好重要嘅位置。咁就夜晚一路睇住美國市，隻手咧就開始有啲 LEGO 喺度砌下砌下。佢間唔中會喺 LEGO fans 嘅 Facebook 群組度分享自己嘅作品。香港代理仲曾經揾群組裡面嘅人合作砌展品添。佢仲機緣下認識到當時嘅香港總監。人人都會覺得做股票可以揾多啲錢，點解揾少咗都仲要轉行呢？咁有一日總監佢就同我講啦，就話其實而家丹麥總部嗰邊咧，好想去揾一位專業認證大師啦，去協助大中華區嘅發展嘅。有冇興趣去轉變你嘅人生跑道啦？咁經過我同太太嘅商量之後，都覺得呢個工作都有啲前景啦，甚至乎都幾有挑戰性啦。以前做股票咧，係雖然有機會揾好多錢，但係都有機會唔見到好多錢啦。咁當然啦，而家變咗 LEGO 係一個項目嘅實業啦，都係一個穩定啲嘅工作啦，係一啲自己好中意嘅一個興趣啦，同時間亦都係可以發揮到好多無限創意。而一樣嘢以前喺金融市場係揾唔到，咁我諗就算賺少咗咧，都係會中意做，因為始終係自己中意做先會有動力繼續做落去。頭先我哋差唔多用咗10幾個人去搬啦，咁由我哋公司出發到而家金鐘呢一度咧，咁就總共用咗2個鐘頭，因為每對花都要慢慢好慢咁搬啦，同埋要好小心咁上火車又再綁好佢啊，先好擔心可能啲師傅突然間一個錯手托錯某個位，跟住然後就爆開，所以呢啲情況都睇實係好緊張。而家心情叫做過咗一大關啦，因為最打嗰對 Big Boss 已經打咗啦。咁
咁啊剩翻側邊3朵。我諗睇個勢，可能都要整到天光啦。尋晚石場用咗成10個鐘先搞掂 ，Andy 只係休息咗3個鐘，而家朝頭早又翻嚟現場。而家心情都係好開心啦，因為每一次我哋嘅成品到去最後展示嗰陣時，咁對於我哋嘅團隊嘅感覺都好自豪。今次呢個大型展品咧，第一個特點就係我哋砌咗4朵玫瑰啦，無論喺地下呢一層啦，4面唔同嘅角度，甚至去到上面1樓、2樓望落嚟咧，都係會有唔同嘅感覺。咁所以到最後我哋有都好滿意嘅一個成品喺度。成個裝置除咗 Andy 嗰4朵花，仲用咗 LEGO 花、絲花同永生花砌咗園林、拱門、花牆同埋花店。呢度係會場嗰度唔同嘅打卡位啦。呢一幅花牆都係邀請咗另一位花藝師啦，阿 Kurt 咁去幫手利用 LEGO 花咧去佈置出呢一個牆出嚟。我6歲嗰陣時啊，媽媽買咗盒 LEGO 翻嚟同我玩啦。咁因為細個跟住老人家住，咁所以媽媽帶盒玩具嚟同我玩呢個情景就好少出現。自此之後就好似愛上咗 LEGO 呢一個玩具啦。喺過時過節考試考得好啊，生日啊，當我有得揀嘅時候都會揀 LEGO 啊。咁所以細個都會有好多 LEGO 可以砌到成個一個自己嘅城市出嚟。其實將興趣變成職業咧，開頭諗啊當然好完美啦。咁但係當然啦，去到後期都清楚啦，有時個興趣就會減退。咁但係當然啦，我會覺得呢一個嘅工作咧係好有挑戰性啦，同埋自己係會好投入。LEGO 對於我嚟講最大魅力咧，就係佢嗰個無限嘅創意可能性啦。由以前可能砌屋啊、砌車好簡單，到而家甚至乎啲大型建築物或者大型嘅雕塑都可以用 LEGO 去演繹出嚟。咁呢一個係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好玩啦，同埋一個好有意義嘅一個玩具嚟。